行者处凡而不变，而不减在圣言而不精，诸烦恼而不乱，吉祥丁而不惊，不断不消，不来不去不在中间积极内外，不生不变现象不如雄诸不迁，明之万德这个人讲法就像这样。这个就是干成经嘛，你来讲把千万要做代事，如何是代谢的健康？修炼就叫做代谢的健康，要做到。上仙代谢为上仙代谢中仙下仙。修炼是代谢的健康，说到言无无明，万无言他无明，是咱普通人应用到福中面他无明。你有去修你有去修你来安尼做，你来安尼做。你的地位都悬你都无地位这是凡夫的见解呢。凡夫有见，凡夫有见智凡夫还没有到分别，智者有达，吉祥无智有地位的人，有了解达到那个境界无身份吉祥无智善，天命之于善孔圣人安尼讲有人安尼讲天命之于善，天命就是善，善就是有三公五常迄人咧其中有包括有迄个意思，足好意思点来，迄个普心就是讲三公伊生就是五常伊这个生，这就是三公生意就是五常这五位这三位咱人本体就是具备遐物件具备三公五常成相见色相反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本来咧善有三公五常本来就是殊善圆满来者是就去变为了万方白了，所以这个性本来就是相近的，但是呢，透过这个恶体了，它差反以前这人外经讲咱三别千这个三别千，三字经别教别教千字。人写足圆满，自然写做定定是讲写三个字你若达标，咱中国历史就了三字经所以呢，来讲智者了达，吉祥无智无智之善，无智之善，即是实相。无智之善，无分别这个本性，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本性。大家都有实实在在本性。实行者处凡而不减这个实相处在你凡夫较足够的人嘛有较少，在圣言而不精，伫圣言甲言言嘛有较低，较悬嘛有较少中文有安尼讲在圣不精，在凡不减所以伊咧讲在圣凡而不精诸烦恼而不乱你虽然烦恼，毋过这个性用性中的物件本来就袂乱，烦恼是烦恼，烦恼是迄个幻性在乱名，你这个巧合心在乱名，你这个巧合心在乱名，这个性的本体这个袂乱，这个性的本体袂乱，这个袂乱，诸烦恼是不乱吉祥天而不精你真正是上天。你的心若住伫这个上天内面，绝对无怎拢无去，这就是灭无去无去，吉祥天
变不久，不断不休。这个物件本来就是经验往那是啊，中间无间断是，那叫间断是这叫不平安的字尔。这个物件本来就是无间断。所以呢，来到这，来到这，咱这定来去了解慢慢了解。所以不断不休，不断不休，不来不去，这个物件，嘛不来嘛不去，不来不去哦。细小这个字啊，这个形式哦，来了解，这个形式并不是，这个字啊，这个形式啊，不在了中间，不在了中间，就意来话，这个物件一定是啊。无记伫做一件，但嘛无记外口，不是自然来变啊！爱人讲无例外，不生不变，老生老灭。性相如如，小诸不迁。这个小无当看，如如不动，一点点一样无当看。小诸不迁，是相比啊，也无迁到，这个才是真正的所以呢，时间。